各位乡亲，三个人继续向前，前面的路忽然变软，地面乌乌，看起来平平，却是有一股的臭味。福天才要讲小心，话还未讲煞，三个人就滑落泥潭。三个人拼命要爬起来，愈滚润，含愈深。福天挨到的重担，底甲伊喘袂过气来。福天想起古册话，罪恶惊吓，灰心，亲像这个泥潭，靠家己愈滚润，愈出袂来。福天摇头喊：“主啊，请你救我！”忽然，看到一个人行过来。这个人一步一步行近，泥潭虽深，伊阁行甲真稳。福天心内兴起希望。各位乡亲，人若知影家己无法度救家己，就是希望的开始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